乐救苦心，弥勒下世不非亲。灵宝齐鲁灵三地，拈花应正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不及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今在人间中华母，就连圣教归上圣。莲花老母垂玉线，周原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丹前对合同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慈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适得西来白羊子，将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就听邪人胡说话，老栓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乐罪三草救众生，教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祝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金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钉。搭救猿人将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中。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两遍得超生。持念三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石头一头。二三口、四口、五口、六口、七口、
8口、9口、10个手。起来，谢谢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。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三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不及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心在人间中华母，就连圣教归上圣。拈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儿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两耳甜甜，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3下1八难不离心。要向成佛千里拜，当取宇宙智慧心。修听时人和生后，也化成金。老鼠一满人生，常持念三圣汤来听。常不但常智不明智慧心，生听邪人胡说话，劳伤尽。修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满人生。阿弥降下真天众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。天星斗下世，都下世。五方类仙下天宫。网络不顺啊，你看断断续续，然后又跳出来了。网络不顺啊，跳出来了，不容易，得来不易啊，都要珍惜啊。不顺就关掉重开，看看会不会比较顺。卦网络不顺啊，兵搭他就言人相儿女，后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家祥云气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好友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养弥勒尊。归去。
感来晋升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扣、1扣、再扣、3扣、4扣、5扣、6扣、7扣、8扣、9扣，10扣手。恭诵弥勒救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好三圣。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正开悟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会现在人天中王9年圣教上升，天王老母追。现在人天中王9年圣教归上圣，天王老老母随意现，收收言显化化赞在公同南北2级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合同，因而要下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将儿填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3灾8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是灵通查得清，三观大以慈悲助，赦罪三草救众生。叫古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无不皆对圣。助八大金刚来护动，是为菩萨救众生。今年36人正拜莲观之水分，不救弥勒成道道，6小阿弥。女王天为将帅，青莲红小神通，好像耳朵安哦，你看网络不顺啊，要跳出来了，怎么这么麻烦了呀？第3次啊你，第3次进入啊你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即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而刹女常持念，
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。王两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取路径。念起真言归佛力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。10叩1叩2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首。回向文：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赵朝明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回向于陈郭秀年大德，恳叩祈求弥勒之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月会菩萨慈悲做主，愿陈郭秀年大德往生西方弥勒净土。愿陈郭秀年大德往生西方弥勒净土，回归老母怀抱，愿生弥勒净土中，莲开遍见慈尊容，即得不退无上道，在随菩萨下阎浮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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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感谢各位天贤大德的护持。后学今天导读到这边，大家晚安。感谢感恩主任哦，读得好棒哦，感恩啊，后前人慈悲啊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哦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会，各位护理会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团主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再见。